位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是鍾永權阿權妹。大家就知道阿權妹親好食東西無唔錯，還講唔單像係傳統的客家料理，也係講有當到也係嘅後生人啊，佢都創業為做自家嘅想法嘅呀，創意嘅客家料理，阿權妹人全部就當好食。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非常歡喜愛同大家來紹介一個廚師，一個廚師佢唔單像哦，屋卡就係開呀專門嘅呀客家料理嘅傳統，啊唔過佢還有自家沒有自家嘅想法，來開嘅自家嘅算係私人廚師做呀私人嘅料理。當天片有當到故事，再同大家來分享，細細格格來分享佢，分享貓人分享。大家好，我是貓人，各位觀眾好。分享貓人哦，貓人廚師，是的，這就是你自己的綽號哦，他們自家叫做貓人貓人。對，就是很特別，就是今天來到節目當中，還帶了一隻很可愛的貓咪的玩偶，對，跟大家打招呼一下，超可愛的。對，那你為什麼會想要他們自家叫做貓人貓人呢？那時候餐廳有很多野貓，那野貓的話一定會有小貓出生啊。那時候剛好在冬天，那有一些小貓出生的時候被母貓遺棄，那想想就要被凍死，所以我就把它收下來。那不知不覺養了大概最多曾經養到9隻。那後來認識咖啡店朋友，他就直接叫我貓人，因為蠻順的。我叫着叫着，我覺得蠻順，就一直延續這個外號到現在。這個外號就一直都呀哈。對。哦，剛剛大家談貓人講法，應該會感受到牛牛嘅客家國語。從細啲客家狀態，本阿婆吐胎。對。阿婆從細同講客家話。對，但是我本身只會聽，不會講。對。啊，不過一直以來，就是聽你的口音，是覺得你就是從小就是在一個很客語的環境。對，但這前提是你要是聽習慣客語的人，像我去外面，其實更多情況是被誤以為是馬來西亞人。哦，真的嗎？對，我被以為是馬來西亞人，我是直到去馬來西亞。對，我後來是去澳門坐計程車的時候，才被一個台灣計程車司機給戳破，說你這不是馬來西亞腔。馬來西亞腔有很重的英語的腔調，我沒有，所以我不是客家，我不是馬來西亞。對，嘿，客家話嘅腔調。對對。對，因為我這個唐人講法，我就感受得到，就是聽客家，聽說係從細到客家台嘅聲音咧。因為我當到同學咩腔樣嘅係苗栗人嘛，我當到同學從細可能咩伴阿公阿婆吐胎，啊唔過來到學校全部就講華語，就講國語這樣子。然後講嘅華語過後，唔會講客嘅，啊唔過其他就講華語嘅嗰種腔調，就是有那個客家嘅咪西在裡面。就音很重，但是不會講。對，你這樣子出去說我不會講客家話，大家會想說最好是不會講啦。其實還蠻多的，就是很多客家人一樣不會講，我們就握手擁抱，說我們是同胞。好啦，呢講笑啊，其實貓人嘅家屋卡就自家就係開一間傳統嘅客家料理餐廳。爸爸媽媽當時就開了一間客家料理，是的，叫做手屋客家海鮮餐廳。對，沒錯。一間餐廳差唔多開了幾久誒？可能20幾年有了。咁唔就對你很細個時間？對，我從小時候是父親先開一家便當店，然後我先在便當店裡面工作。哈，等一下，你多細個時間？非常小的時候，可能國小就開始做。哇，童工。對，這真的是童工。哎呦，都不卡天數啦，因為頭擺就係唔不卡做乜嘅事業，可能生意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些的天數。傳統餐飲業就一定會接觸到這一塊，那個從小做到大是還好。跟從細很細時間，可能國小都會做乜嘅7-Eleven。包便當。哦。分菜。對，之類的。一直都還有開業這個還太監的傳統，對，裡面都低度天數。大概是國中的時候進去切乾香菇，那乾香菇泡水之後，一次大概10幾20斤，就是有一個成山的乾香菇要你切，而且很有趣的是說，因為香菇你壓了之後，它會慢慢膨脹，等於說你一直切它慢慢膨脹，就大概切1個小時會發覺香菇怎麼還沒有變少，對。切唔睇咧香菇，對，香菇切不完。
你貴重就開始哎，個切當到香菇愛底味，因為用豆的嘛，樣片其實會有一點破皮耶，就是如果用很久的話。我是還好，因為那個皮膚也夠粗了，所以破皮是不會。啊，我知道你從小就開始訓練，從小訓練，所以一切就對誰開始，一切都貴重就開始的不卡天數，甚至都還有每週呀首烏客家餐廳裡面的廚師。對。就從小開始做，從煮麵疙瘩到殺魚，到配菜，到炸東西，到炒菜，都做過一段時間。然後因為師傅的輪替，我也會去臨時補那些位置，所以基本上我全部都會做。你係講師傅，唔係講人爸爸。古時候你傳統地度，其實係直接同師傅學也得煮菜嘅方式。對，我父親其實沒什麼在煮菜，他不會做，他沒有做菜這一塊，都是我們師傅做調咖就錯哎。對，你是調咖嘅來也老闆的兒子。對，都比他死的那一種。做都懂辛苦。啊，不過你們都地度算係尋到你自家嘅興趣吧？覺得亞件事情應該係你很喜歡的事情。很喜歡嗎？其實我做到後面也沒有喜歡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比較像是。需要呼吸，那對我來說，要一直做同樣的事情，我會覺得很無聊，所以我需要去學其他東西，去讓我可以對這個東西有其他的操作方法，或者讓它更精進、更好，所以就一直學一些有的沒的。古時候還有張飛有呀，這個私廚的方式是這2年開始的。之前的話就一直在餐廳這樣做，那一直覺得很無聊。我也有嘗試想要做自己的菜，可是畢竟是傳統的餐廳，我不可能不可能直接出新的菜給人家。那後來是認識一群吃飯的朋友才，因為一起吃飯久了之後，他們也是對我的菜有興趣，所以讓他們過來吃。後來開始慢慢接私廚。一直延續到現在。所以平常是可能20條都可能按部10條6、7點，就是傳統的客家傳統。對。啊，他壓一滴嘞，還講你有接到這個預約的話，就會的共用在餐廳裡面。啊，不過這個料理就不是傳統的客家菜。就通常我的私廚會在禮拜5跟禮拜天的晚上7點半後開始接。那平常的話，我還是要處理餐廳的正常大眾流量，對，那廚完之後，在空檔時間再備那些料，之後7點半再出他們的菜。爸爸有想奇怪，因為我來也有想要去家可以給某共用嘅料理，爸爸有什麼感覺嗎？就不知道該講什麼，對，因為畢竟我做的事也確實蠻奇怪的。我很好奇，爸爸有試過你嘅菜嗎？有。啊，佢嘅想法係乜嘅？不予置評。因為我覺得傳統的父親就對於稱讚自己孩子方面會相對的克制，甚至不想，所以我能理解。啊，不過佢還係老家嘅空間，他也是把他的空間讓給你了。也就係對於客家嘅爸爸來講，親太嘅支持應該知道。對，我能感受到他的支持，盡管他不願意講出來，但是沒關係，因為我可以從其他的客人拿到成就感。古時候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嘅苗人哦，佢就係自家屋卡開一間傳統嘅客家餐廳，啊，唔過佢又想要做呀客家料理嘅創意嘅客家料理、私廚的料理啊，甚至還有沒有其他嘅規劃？你後面10月可能會抵亞台北來開自家嘅空間，從哦。對，之後會在台北開，那目前預計在10月中之後，但是要看狀況。所以古時候大家都得好好來關注一下呀苗人哦。其實苗人唔單槍對料理同菜吼，其實我知道佢對文史、佢對音樂沒有自家嘅一套想法。大家喺講想要好好來認識佢嘅話，都得去看家嘅社群名錄，比如講像 FB 啊，或者是 IG 啊這些。搜尋嘛，該張都得請得到你。月光廚火貓人。月光廚火貓人，對，聽起來很文縐縐，但是我就想取這個名字。做嘛該呢？分享一下。當初這個粉絲團會創立，其實一開始叫楊梅香吉，是我一個前女友幫我創的。後來寫了文章。這個鬍子嗎？香吉士的鬍子。沒有，因為以前我有打格鬥比賽，那也有做料理，所以他們會直接把它聯想到香吉士。對，那後面我在寫文章的時候，我想。以前都是寫的比較跳通一點，
那我想要讓文章更進一步，所以我想擺脫香吉士這個名字。所以我想採取了月光除我貓的。那我本身非常喜歡月亮，我甚至在胸口刺了一個月亮。我覺得月亮是非常美的存在。對，你好衝突哦。沒辦法，我也不想，我都帶了一隻貓來，就這樣。對，古時候今日有個來賓真件非常特別哦，當中醫一講，會煮菜，韓國沒有一種很文青的感覺。對，那正常來說會有點抗拒文青兩個字，但是好像也擺脫不了。我覺得你冇辦法抗拒，因為我有去看人嘅文章。其實我只有做在學習到當中，因為我愛主持節目嘛，故說我愛學習我用嘅去講，我識到東西嘅講法，我要怎麼去描述它，或者是黑講我哋做呀天師幕後，我在做企劃的時候，我要怎麼去描述一個食物？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同好嘅練習啦。故說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呀，真嘅係一個輕有才情、很有才華嘅來賓。上來叫按到馬嘅故事呢，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見，我知道應該要喊佢按做藝術家、文青、廚師。我知道佢當到嘅身份沒有人哦，佢唔單止不卡係經營一間傳統嘅客家料理，而且佢咩對料理非常非常嘅有研究。故說佢咩有接呀，這個我們現在。這個概念哦，私廚的概念 ，fine dining 的概念，我知道也按多年了，像誒，大家有喊卡壽司誒，比較認識的，過去可能沒有，不過也按多年了，大家可能就會想，我今天如果想去吃一咧有黏黏嘅鹹意嘅料理，我覺得對於吃這種 fine dining 或者是吃私廚來講，輕鬆有嘅係你做得感受到也在廚師嘅特色，對，它不是。全部都一樣，全部都標準化的料理，是有七家廚師他想要呈現的東西。對，這個是我覺得是到私廚最令人感動同歡喜的事情。故說，然後就想要問一下沒有你七家嘅料理，你知道人家嘅特色係乜嘅？你傾向會呈現嘅部分係乜嘅？我自己的話，其實就是想要提煉。那講得難聽一點，就是我想要炸人家的感受。炸人家，要集中人家的感受，把炸彈扔到人家嘴裡去炸人家。我想要去體驗那種力道。那對我來說，台菜傳統的模式是相對舒適，但是力道不夠，所以我開始在想辦法體驗那些味道。那個體驗的過程中會把菜拆得比較細一點，像是如果說你今天只是在炒一道菜的話，你也可能步驟就是1、2、3，然後可能在1、2、3的過程中再把它分細為成4個步驟或3個步驟，那等於是說一道流程變成12步驟，最後再濃縮成一起，去尋求一個那個總和。對，我這樣子聽覺得很難理解。我們直接從料理開始講好，比如講，先講。爸爸嘅傳統，首烏客家的傳統料理，比如講像安陽嘅傳統嘅客家料理，同你七家周圍有沒有什麼可以做這樣子的比對？傳統的怎麼做，但是你自己想要做呈現用嘅方式不一樣嘅食類飲茶，或者是客家小炒這個東西吧。基本上去台菜餐廳也好，那去客家餐廳也好，都一定會有那個客家小炒。客家炒牛太家都懂好吃。對，那其實客家小炒的標準就是均一化。那時候我問徐仲，那他是在台灣探索食材的一位前輩。對，那之前他有跟我聊過客家小炒的條件，均一化，然後 Q 用胎，對，同樣的大小，然後讓醬香附在上面，那稍稍的鑊氣。這樣子，那我自己炒了客家小炒，炒了大斷背子。那我一直覺得，你說是在首烏客家傳統，對，炒的濃郁。對，我炒的力道很夠，很濃很香，但是我總覺得不夠，因為單純的均一化對我來說，香氣呢變成沒有特色，所以我嘗試做了一些比較直接的事情，就是我把豆乾放大，我自己選用了5香大豆乾。就是那種厚厚的大豆乾，就人家相片有看到東盤東胎的，對，我把它切成拇指那麼寬，那按胎，對，那
那個肉那個豆乾的話，在切那麼大的情況下，它可以在醬香跟豆乾本身的香氣裡面獲得一個平衡。所以你嘴巴吃的時候，你會先吃到唾氣，那會吃到醬香跟唾氣。那咬着隨着那個咀嚼，豆乾的香氣可以從嘴巴上出來。對，那是我要的一個狀況，一個平衡。對，那肉的話，傳統用五花肉，但是我覺得五花肉還是用滑的最好。那所以我自己取代了用豬頭肉取代。剛剛我們家的豬頭肉賣得很好，就用豬頭肉去做。那豬頭肉比五花肉本身擁有更多脂肪、膠質還有筋膜，所以它的口感會比五花肉更加对，非常的豐富，口感很豐富，所以非常的比五花肉還要好的選擇，我自己覺得。那魷魚的話就是魷魚，那就是那種白白的塞枣的那種魷魚。對，那種乾魷魚。對。啊，把它炸成乾，越乾越好，它的香气就會上來。啊，按用不懂軟嘿？就是要吃那個硬。對，你用那種發過的軟魷魚吃起來沒有那個味。對，就是得用那種乾的。難怪連呀草肉，我們通常在菜單當中看到的是那個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對。你的菜單叫做客家大炒。難怪客家大炒。對。懂神奇，也知道呀，就是比如講，按用直接講料理本，大家他做的感受的都是某人想要呈現本，也給人他的感受很馬改，而且我覺得是那種也是一種味覺，你吃到最底度，還有你會有七個深度的感受，還有你的整個五感你都會有體驗嘛。對。故說生愛是到是一種輕主觀的一種感覺，大家人去食一項料理，去食一品料理，可能13年同13年食的感受會無相樣。你做料理按多年了，你聽從沒有按用的感覺，唔講來談講，你特別中意去請各種無相樣嘅人下來食你嘅料理。對，就對我來說，因為接私廚的話，就是在平常接客之餘還要接他們，所以如果只是找一般客人，我會覺得很沒勁。還不能一般的哦？怎麼樣叫不一般？就是那一種吃得很刁的，已經吃過世界美食的那一種客人，對我來說，把他們找過來，讓他吃我的菜，然後被他們批評，或者是有好感，對我來說都好。我只是想要獲得他們的反饋。可是，迄講驚到講出來，驚到嘅意見同原本講出來嘅原本想嘅無相樣，這需要跟他們解釋嗎？就講菜一定會講，那人家也可以講出他的心得，那我就是不斷的那個接受改進。就對我來說，對全世界都是這樣子。你想要快速的改變自己，就是面對錯誤，面對失敗。那被批評就是面對它，然後馬上修正，就這樣。跟你會有這種，比如講人家講的意見，你自己知道，我冇認同，我不認同你的感覺，這種你會有這種感覺過嗎？倒也不是說不認同，而是我接受，但是可能先放一邊，因為畢竟也有些是那個因為考量過的結果之後，所以我摒棄掉那一塊。可能會有，但是就我只是想要做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會接受，但是可能先放一邊，那繼續往我感興趣的方向跑。對。我知道，到人家面前，人家跟人還要勇敢同講，沒要提起蠻大的勇氣，因為你知道，一類有嗆死的，韓國有的無盾差距。我通常都是做完菜之後，吃完餐之後，然後立正手調問大家說今天菜有什麼問題。那如果沒有，不敢講話。對，如果沒有，我會大概問到2-3次，那讓他們把實話跟我講。我用耐心來聽人家的想法係乜嘅。對，那有好也有壞，但是對我來說，在早期來講對我來說是好處。真嘅，本懂到嘅想法，本懂到嘅意見，讓你有可以想這個空間可以改進。對，故說其實我知道沒有人還有懂到嘅料理都非常嘅貼片，咩包含家嘅生活過程地都可能頭擺讀過嘅書，認識到嘅也有廚師啊，可能都會對佢有呀創意嘅這個創意的激盪。比如說你有一套料理，很多烏魚子嘅炒米粉，他講你青蒿是炒米粉，你嘛個離種嘅片啊，也係講獻祭嘅時節啦，也係講嘛個聚會的時候，你就懂得會吃到炒米粉。你要做這個炒米粉，還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調整，對不對？對，那時候的話是看了波登他最後一本食譜，
他那時候娶了一個薩丁尼亞人做妻子，那他們那一道料理叫烏魚子意大利麵，那就是他們薩丁尼亞當地的傳統菜。那做法很簡單，就用橄欖油去煸炒蒜頭跟烏魚子。它的烏魚子也是像曬乾那種過年吃的烏魚子嗎？這我就不知道。他們有一種是用奶油去包的，很軟，但是香氣不像台灣的那麼的奔放，比較軟一點點。那反正管他的，我就用台灣的烏魚子去嘗試做。那我後來做了之後，我覺得香氣很棒，所以我又開始自己慢慢改進。我做了很多修正，所以它的味道比原本的版本再暴力很多。在暴力，对，你是希望你那個米系是很奔放的，对，很多的。然後接下來是炒蛋這一塊，炒蛋這一塊啊叫桂花，那是粵菜那邊一個非常難的炒蛋技巧，它就要把它炒得跟桂花一樣碎。那做法有去看樣片，對，很難，很難。那我之前看過影片，是說拿3根大木塊慢慢的攪，把它攪散。那其實的話，做法很多。那我也特別跑去香港吃過，哦，對。那我知道他們的做法之後，我再自己改成我的版本，對。那修正了之後，它的味道比原本的版本再粗獷很多，然後意外的讓那個烏魚子米粉變得更好吃。那我的米粉本身是以乾為主，我在餐廳出的米粉也是乾的，我討厭濕的。對，然後其實台北有人炒米粉會加醋，那我個人是欣賞不來，我還是喜歡用油蔥醬油蝦米那一種，那一種香，對，那種乾香。給米西啊，對，那個才是好味道，對我來說才是喜歡的味道。剛才吃到啲大嘴骨嘅歌唱當中啊，做得了解到每年佢自家中意嘅事情係乜嘅，韓國佢想愛向定哪一隻方向去前進啊，當清楚。故說還有當多同每年有關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中醫圈阿權妹。今日呢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咧廚師按照每年以從細到大烏卡嘅傳統客家傳統開始做起，啊唔過也下自家因為冇咁嚴啊，烏卡就按用傳統嘅料理，佢想要一條自家嘅路。故說開始有按用嘅私人嘅私廚哦，也按到年來親師行，每自家去研發自家嘅料理。剛剛有講到有一道清難嘅技巧，會融入到人嘅菜底度，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烏魚子米粉，你還融入了那個桂花的技法。對，這也是很難的技法。可能大家冇聽錯有談過，迄個有談過嘅話，竟然可能係專家分享去請沒有人有沒有？因為畢竟貓人很喜歡很刁鑽的客人。唔但像按呢，還有另外一個係你嘅算是人嘅招牌料理吧，因為人講呀，哈台灣應該冇其他人有按用做反沙哦，對不對？就反沙其實是跟拔絲一樣，是從中國傳過來的甜食。那拔絲相對好做，甚至有在夜市直接加那個麥芽糖的做法，相對安全。但那反沙的話，它的操作難度比拔絲難很多，因為它是要抓糖在精化變成粉的狀態，所以它的操作難度很高。那台北的話，我知道的也就醉紅樓跟七奧洋樓有在做。那後來就很少能找到其他位置有，我自己也是學了7、8年才真的學會這一道菜。7、8年，對，真學會，對，就一個炒糖的技巧，摸了很多年。真的？對。我知道要研究一項術法，要研究7、8年，係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對，那其實是非常細緻的東西。我後來是跑去台中的鼎悅極品那邊才吃到了完整的反沙，我才知道怎麼做。哦，你用色就點用來做？對，就我花了很多心力在學習拆解菜這件事情上。有感受到相當樣嘅文思，你去吃東西嘅時間，你去下你吃到嘅感覺你真嘅係會攞佢拆開來。對，我在想說，你有冇有一場你吃東西嘅時間都在想按到東西？哦，基本上
在吃飯的過程中不太好看，因為我等於是說我是非常認真的在聞一道菜，就非常認真的這樣洗，然後你就想想看一個人在那邊這樣子洗菜，有點可怕，對。所以真的超奇怪，剛剛不要做給你還會吃到，那人家想你用乖乖感。這家伙是不是怪怪的？對哦，所以我按用吃東西，我按用去感受，所以對兩個料理裡面用。要這樣的去拆解它，會按用心去分解，去想到一個方法。剛剛俺講到這個反沙這個技巧，大家會想到講，剛剛談起來有偏硬啲嘅做啊，冇去用佢去做有口味嘅反沙。對，那原本傳統的只有白反沙這東西，後來我自己先摸索出了黑反沙，是使用3種黑糖去混合，讓糖那個味道變得奔放，不然傳統的白反沙其實是要透過蔥去銜接那份過度甜膩的甜味。對，那黑反沙就不太需要這種事情。然後後來再摸一摸之後，有認識一個做潮汕菜的那個師傅跟我聊說，汕頭那邊有流行金反沙，我可以嘗試看看。結果就被我摸成功了。金反沙黑馬該鹹蛋炒鹹蛋的反沙。就是把金沙跟反沙這個結合在一起，對，它就變成了金色的，而且香氣很好。對，好，然後第一度沒黑用烏味嗎？也是用芋頭？也是用芋頭。後來嘗試可以用其他東西，只是難度稍微高一點點。芋頭是最穩的，因為在炒反沙的過程裡必須不斷的翻攪它。芋頭是少數可以讓它維持成型、不會崩掉的一個食材。對，因為它是一個夠硬，對，比較堅固的一種澱粉的食材。對，地瓜又不太行，地瓜太軟，地瓜會綿綿。對，太不會散體，馬鈴薯沒不會散體。馬鈴薯試過，馬鈴薯可以，而且蠻好吃的。真的假的？對，我也沒想到。那有一次客座的時候，想說有馬鈴薯，那我超好看，還蠻好吃的。好有趣哦！對，蠻鬧的東西。對，其實我覺得我按有就想到，身為一個私廚的廚師哦，我想炒一蛋就係一件當然的事情，因為炒一蛋就係代表你自家，人家體色，人家招牌嘅概念，就是你的風格嘛。對。跟他說的100個和喊100個來說，你愛味道嘅特別換菜單係。對，就通常我也見過有人1年不換菜單的，那一直要吃這個。吃不吃與否我管不着，反正我自己對我來說，我讓人家一直吃一樣菜，我會有壓力，所以我想要換菜給別人。那我就自己可能工作的時候想說有什麼菜，或者是在家打掃的時候有什麼菜可以想，或者是逛市場的時候看到某個食材，突然有想法就做出來這樣子。人嘅靈感都係用得出來嘅，就很吃緣分。就雷來了就來了，沒來就沒來。咁我有嗰種當上一碗菜單，唔過你一次想就想唔到一碗馬街嘅時間。在這個時候就千萬不要着急想要換，因為你硬想的東西，硬摘的瓜不甜。對，就是在突然間有想法的時候，你才是好的配對。你剛剛講到你啲談音樂嘅時間，也係講你啲編手嘅時間，你會有靈感。編手嘅時間，全部有想到馬街菜，我很好奇。像是糖醋排骨、鍋包肉這東西。對，鍋包肉的話是東北的菜，那我把它改成我的版本。那主要是糖醋，那通常台灣的糖醋就是加番茄醬嘛。那我是用陳醋黑色的去炒。那我還用了裡面摻了太妃糖的味道。太妃糖？對，奶油跟糖炒出來的太妃糖混合陳醋，味道變得非常非常有趣。那重點在於那個水果，我是使用了鳳梨跟蘋果，我用奶油去煎它，煎半個小時以上，讓它的水分完全脫離之後，讓它變得有一點擦，有點不是，是綿綿有點糯糯的口感。對，那炒進去之後味道非常好。它沒有外形，它還是會完整嗎？會有點軟，但是很好吃。那以至於說後面就想說，既然我做這個做那麼好，那可能裡面也不要放肉，就變成了糖醋水果這樣子。對，真嘅，它還會變到暗呢。遲早會幹這種事情的。好有趣哦。反正做料理這種東西就是腦洞越開越好。
我很羨慕誒，做得按到想法的人，有看福起來應該就佇阿 Q 們愛咩，有你的主菜啊，毋過愛無辦法按有想法，這麼天馬行空啊！故說當上的了解到遐個每人家個腦筋底路，所以你個想嘛該，談講佢啲個談音樂的時間，要做料理，甚至你煮飯的時間就會帶一隻太耳機啲個談音樂。對，我平常都聽爵士樂為主。那等一下，爵士樂不是搖滾樂，爵士樂你很跳痛哎。不會，因為爵士樂它其實正常大眾聽到爵士樂其實都是放鬆的為主，但其實爵士樂是一個靈魂共振，它本質上是這個東西。對，那爵士樂有所謂的 solo， 那就是某個樂手在進行即興表演，那個即興表演可以說是他靈魂的燃燒，是他靈魂的共振，那個情緒是非常高昂的。對。那份高昂對我的工作來說是非常有用的。你會但有糖到很好聽，然後揚啪飆落去。是不會多撒多少糖，而是動作會變得利落一點。哦。對，然後身體會要開始搖來搖去。煮飯的時候可以開放參觀嗎？未來可以啊，未來是開放廚房，所以都應該會被錄。對。如果說你還有剛剛有講到嘛，深夜有可能應該講就是規劃了，然後這個規劃深夜會有一個新的空間。對。要到新的空間，就剛剛講係開放式的組合。對。如果說看得到你這個表演。對，就看我在炒這樣子。那只是音樂應該不可能放，因為畢竟是整個空間，你不可能放那麼高音樂，不然客人也不用吃飯的。竟然還會不會帶耳機煮飯？我研究一下，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帶。大家都會好好來期待哦，到深夜還有2到6年的時間。先讓我努力一下。對，剛剛有講到，其實也個做煮菜嘅一條技術啦。講正經來講，同當道廚師冇共用，當道廚師可能去發掘啊，去乜個蔬菜啊，然後拿到乜個專業嘅證照啊，當道廚師係按用嘅過程。唔講你嘅過程，感覺係全部自家去學習，對，去識冇共用嘅東西，韓國看冇共用嘅廚師煮飯。自家去學，上去學嘅韓國，再個加自家嘅創作。你們去當道素材，冇共用嘅國家是冇共用嘅料理，你還中意是哪一種風色的料理呢？因為我本身是做中菜、客家菜，然後客家菜其實它是算粵菜的一個體系之一。共同嘅片嘛。對，那我後來就開始往香港跟澳門去跑，去學他們的菜，學他們料理。因為其實料理跟藝術一樣，你終究得向上學。對，就像是很多在歐美的國家，他們真的要去深造，就老老實實去意大利一趟，對，去感受到那邊原產地的感覺，對，去感受那邊的激情跟技術。那激情跟技術，你剛剛是這麼說的嗎？對，像是畫作，其實有它的筆觸跟他的腦袋那個想法。其實你技術追求久了之後，你是可以大概能感覺到他想要做什麼。對，那料理也是一樣的事情。對，那所以後面跑去香港、澳門，然後最近開始往那個上海跑，對，就剛好認識一群朋友願意幫我訂那個餐廳，所以就開始去學。哦，講嘅當道，其實也係青有才情嘅廚師，深夜就愛開自家嘅空間。應該相信大家對佢們東上嘅地哦，節目親民嘅福氣卡拉 OK， 接下來問一下，短短的時間給你回答，介紹一下你身上的刺青，因為可能當道觀眾朋友看到啊沒愛，我們說不按到東西都當講呢。那先從手上這個。好，你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話是哼哈二將，中國跟日本都有。那中國是穿盔甲的，那日本的話就是在淺草的那個淺草那邊有個寺廟，我忘記了，反正那兩個超大的神就是兩個。對。我這麼該會想會觸到哪個樹紅？就想要刺青會長大，我這裡先從刺1個半甲到2個半甲，後來刺完之後想說下來有點空，就一路刺了下去。所以是對鴉片塊是黏黏的。對，當初先從月亮跟太陽開始刺，那後來這左右邊是刺3腳烏鴉跟貓頭鷹，因為他們都是代表月亮跟那個太陽的一種神使。對，就刺了下去。後來開始再往背上刺，那背上呢是刺2個龜殼花，2個纏在一起，然後形成一個叫銜尾蛇的概念。銜尾蛇的話是煉金術是一種貪婪或是無限的一種邏輯。對，那把它刺在背上，然後接着又開始撕大腿。
那對大腿的話，就單純沒其他想法，就是刺蜈蚣。哦，對，2隻大蜈蚣在腳上盤着。哦，有點強。了解，原來哈，你看亞的廚師有咁多自家嘅想法，希望今日嘅節目做對同大家來好好說司機哦，希望你什麼沒有人來到節目當中，謝謝。好，謝謝。沒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實況休息一下，等下來做運動哦。